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A 星人呢個節目。今日想同大家講一個事情，就係如果惡意唔交稅或者係惡意延遲交稅，有機會會被入國管理局取消日本嘅永久居留資格。咁呢件事情呢，喺2024年6月由日本入國管理局提出修正法案啦，喺2027年6月之前會正式生效。咁生效咗之後呢，就將會對90萬名已經取得永住資格嘅人有影響。咁修正呢一條法案嘅背景呢，係由於近呢10年喺日本嘅外來人口增長加速啦。咁根據入國管理局最新嘅數據顯示呢，係去到舊年嘅6月，咁住喺日本嘅外國人呢就超過350萬。咁當中呢，有90萬人呢就係已經係持有呢個永住居留資格。一直以來呢，其實都有議員去提出外國人喺日本冇交稅嘅問題。不過今次呢，就嚟得非常之確實，同埋已經係確定咗執行嘅日期，就會喺2027年嘅6月之前。咁呢一條嘅法案呢，主要係針對居住喺日本取得永住證嘅人。咁點解要針對佢哋呢？重點係因為按照日本嘅規例，每一個人都需要按時按後去繳交稅款同埋去報稅。咁但係因為以前嘅法例呢，對於取得永住證嘅人冇一個好好嘅規定啦，咁所以佢哋即使係冇交稅或者係冇報稅，都唔會被取消資格嘅。咁但係隨住人口嘅增加啦，同埋呢一個情況每況愈下啦，咁所以日本政府咧就決定修改呢一個法例啦。正常咧喺日本咧，每一個人都需要按住規定嘅時間裏邊去報稅啦，同埋去繳交呢一個社會保險、原民稅等等。咁但係因為有一啲攞咗永住證嘅人咧，冇去按時去繳交稅項啦，冇去報稅啦，冇去合法去報稅啦。咁所以因此日本政府咧為咗想保障大眾嘅利益，所以因此咧就去修正咗呢一條嘅法例。咁呢一條修改嘅法例咧，對大部分喺日本公司裏邊返工放工嘅人嚟講咧，唔會有啲咩大影響啦，因為佢哋嘅人工裏邊咧就已經係扣除所有要扣嘅稅款。但係值得注意嘅地方就係一啲做緊入口貿易生意、自己開公司嘅人，又或者係外國公司派駐嚟日本裏邊開辦事處嘅人，又或者係做緊一啲正職以外嘅生意、入口生意嘅人。咁呢啲人呢，就需要去注意佢自己嘅稅款、稅項有冇去好好去申報啦。咁關於稅款呢一樣嘢呢，佢哋有一個日文字叫做租稅功課。咁功課呢係指一啲譬如你申請住民票嘅時候一啲嘅手續費用啊，又或者係一啲工商會嘅會費，咁呢一啲呢就為之係功課。咁咩嘢係為之租稅呢？其實呢就係涵括好大地好多嘢嘅。咁呢包括譬如你自己有開公司，你嘅利得稅啦有冇去報啦？咁法人代表嘅法人稅有冇啦？咁等等嘅一啲嘅事情，甚至乎係一啲遺產稅啊，或者係關稅等等嘅，咁呢啲咧都屬於係租稅嘅。咁假設呢一條法例實施之後，被入國管理局取消咗永住在留資格嘅話，咁呢一個人咧係需要喺30日之內離開日本嘅。咁但係佢離開咗日本之後咧，都可以再重新嚟日本嗰度申請工作許可嘅。咁只不過佢係失去咗呢一個永住資格。咁當然啦，即係如果大家去到呢一度嘅話，可能都會好唔開心啦，都會好大壓力啦。咁所以咧，希望大家聽到呢一個信息之後咧，大家都會去做一啲警惕啦。如果大家係冇交稅或者係遲咗交稅嘅話咧，都請快啲盡快咧就去交翻稅啦。咁唔好等入國管理局去揾你嘅時候咧，咁咧就會有好大嘅麻煩啦。咁今集咧就同大家講到呢一度，希望大家都寫下大家嘅感想啦，喺留言區啦，多謝大家，拜拜。